你會唔會咧好想用吸引力法則啦，去幫助你啦做到更加多嘅生意啦，或者提升你嘅業績嘅？而你啦就係試咗好多方法啊，都唔 work 嘅。今日會話俾你聽咧，最快令到你業績或者生意突破10倍嘅方法，唔需要你落廣告，唔需要你去上嗰啲過百萬嘅 MBA 課程，亦都唔需要你犧牲自己休息啊，同屋企人或者睡眠嘅時間做到呢件事嚇。因為今日條片係比較深嘅，但係咧，如果你睇落去你明嘅話咧，你一定咧收入咧係會短期內爆炸式上升。同埋我哋今日會有個免費嘅小練習，幫助你哋做到呢件事嘅。咁介紹下自己啦，我叫阿 Yan， 我喺 YouTube 咧教咗5年吸引力法則。喺呢5年入面咧，我幫助咧超過500位啦嘅女士顯化咗5億港幣以上嘅生意額。佢哋好多都係自己做生意或者係從事銷售嘅。咁我自己啦，亦都係一個大學畢業咧，從來未試過賺多過2萬蚊港幣一個月嘅人，透過正確訓練我嘅潛意識啦，同埋咧就係用呢個吸引力法則啦，喺3年期間咧就到咧呢個8位數字嘅收入。而咧我亦都幫助有啲老闆啦，譬如佢啲合同啊就起死回生啦。亦都係有呢個老闆咧，佢嘅生意上咗堂啦，好短時期內咧就由6位數跳到7位數一個月。亦都有同學咧，就係佢係可能幾百萬嘅生意都做得辛苦啊，到做過億嘅生意1年之內。亦都有月光族嘅同學咧，1年內實現咧變成呢個月球人，即係一個月賺100萬啊！呢啲事咧經常喺我哋嘅課程入面發生。今日就會同你分享究竟我哋做咗啲乜嘢，幫咗啲乜嘢，令到佢哋可以短時期內得到呢個咁巨大嘅生意上爆炸式嘅升幅嘅。咁你哋咧就係睇翻2022年咧，就係量子力學。咁咧啱啱諾貝爾獎啦，2022年咧就頒咗俾量子力學嘅，就係話佢對於科學嘅影響啦。咁量子力學咧就好簡單就講嘅，就係任何事咧嚇，你人生嘅任何人啊事都好啦，佢係一個好似事實啦，但係咧佢未變成事實之前咧，其實佢係一團能量嚟嘅。有啲乜嘢決定呢團能量變成乜嘢嘅事實或者現實呢？就係你嘅觀察 （observation）。你嘅觀察同你做嘅每一個決定啦，同埋價值觀係有關係嘅。所以咧，你每一次咧就係做唔同嘅決定啦，同埋你有唔同嘅價值觀啦，就會得到唔同嘅現實啦。咁而呢個世界咧就係有好多個可能性嘅。平衡宇宙咧就係量子力學嘅基礎嚟嘅，因為喺未觀察之前，所有嘅可能性都係存在，包括你現在可能收入受阻，或者係生意唔好，係一個現實。但係量子力學話俾我哋聽，呢個世界上有一個版本嘅你係收入多10倍。而我咁多年幫助我嘅學生咧，就係由呢個版本嘅自己跳去呢個版本嘅自己。你跳咗去呢個版本嘅自己，你就會得到呢個版本嘅收入，做新嘅決定，同埋新嘅價值觀。新嘅決定、新嘅價值觀，你就可以跳，而且你要持續咁樣做嘅。你唔係做一時半刻，呢有少少似減肥嘅。
減肥你可以係點講啊？瘦身啦，即係你又要食少啲嘢啊，做多啲運動啊，戒煙啊，你起碼收埋包煙啊。你會發現啦，你好快咧，你用意志啦，可以幫你咧做到1個月、2個月嘅，好快咧，你就會有啲嘢棘住你噶啦嚇，你會好容易打回原形啊。點解？因為你人生睇開我哋片都知噶啦，潛意識先係你人生嘅 boss 啊嘛，係嘛？榮格、阿卡翁心理學大師佢有講嘅，你人生95%都係潛意識掌管嘅。咁潛意識掌管咧，先講好處先。舉個例子嘅，即係你起碼瞓覺啦，你唔會碌落床啊，你識得點講啊，反身啊，或者起碼你踩單車啊，你唔需要思考噶嘛，你學過一次你就會記得啲肌肉記憶啊嘛。或者係你刷牙洗面，你唔需要思考，呢個過程好緊要嘅，因為現實中有好多事你一思考已經太慢啊嘛。譬如你古代你要避開隻野獸嘅，你唔係見到隻野獸先走啊嘛，係咪先？你係唔聞到陣除已經識得走啦嘛，係嘛？呢啲就係古人傳遞俾你嗰套智慧嚇，佢去保障你，即係遠離一啲危險嘅。咁但係咧就好處啦，都講埋嘅。如果你古人啦，你嘅祖先啊，或者你嘅照顧者父母都好啦，佢哋有正面嘅金錢觀念。舉個例子，巴菲特啦，喺最近嗰個股東大會，其實佢有講過，佢成功除咗有良師益友啦，最緊要嘅係因為佢爸爸都係一個成功嘅投資者。由於佢由細到大做生意或者金錢嗰個觀念已經係正面嘅，已經係成功嘅，所以佢大個咗咧，佢個頻率就好容易吸引更加多事，令到佢成功。好啦，咁但係一般人會發生咩事咧？一般人咧，其實佢哋咧就係可能屋企人啊，上一代啦會有投資失利啊、生意失敗或者係咧俾人呃嘅事嘅。咁佢哋屋企人就會形成一套對於投資啊、生意啊或者係俾人呃啦唔好、金錢上唔好嘅觀念。咁呢種觀念啦內化咗，去咗一套潛意識程式，咁就遺傳咗俾你啦。而我哋咧個潛意識咧7歲之後咧，呢套程式係冇 upgrade 過嘅。第一個因素就係可能以前啲人啊，套程式7歲就夠佢使㗎啦，係嘛？遠古時期啲人冇金錢問題㗎嘛，只係資源問題，即係冇金錢問題。咁同埋咧就係學校咧係唔會教你點樣做生意啊，學校唔會教你點樣用錢㗎嘛，學校教你咩？教你一堆知識，將來攞張 cert 去幫人打工，用時間換錢，呢個學校教你㗎嘛，佢唔教你。所以你如果對於錢嗰套價值觀係好嘅，你咪變巴菲特咁樣咯。求其學兩學就會成功。但係如果你係嗰套價值觀係負面嘅，咁你就會出事㗎，因為你鬥唔過你潛意識㗎嘛。因為你個 programming 係你潛意識控制嘅。咁甚者咧，你可能有啲觀眾會話：我都好彩，我上兩代佢哋譬如都唔做生意嘅，齋打工嘅，或者係佢哋唔投資嘅。咁如果你嘅上一代啦，喺你嘅成長啊，特別係7歲啦至到你10歲呢個期間啦，成日都會否定你嘅需求，貶低你，或者拎你同人做比較，你咧就會自我價值偏低啦。當你自我價值偏低嘅時候啦，你嘅頻率就會偏低啦，咁你就會影響你而家人生嘅財富啦。咁可能你哋會講啦喎，殷老師，其實咧我唔係話等運到嗰啲人嚟嘅，我都試咗好多辦法，甚至上咗好多堂啊，上咗好多股票課程啊，但係都徒勞無功嘅。我而家會同你分享下點解嚇。接住落嚟
如果你係做生意銷售，我希望你咧真係呢一段咧，你係要仔細思考一下，因為每條問題都係我哋付費級嘅內容嚟嘅。好啦，第一條問題就係假設你嘅收入多10倍啦，你嘅感覺係點樣？我想你思考一下，第一下感覺就最準嘅，寫低佢先嚇。好啦，第二條問題嘅就係，好啦，你收入多10倍啦，令你有呢個感覺啦喎，呢個感覺令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啊？是怎樣的人？因為我哋要 check 你個 identity 啊。咁你好多時啦，差唔多80%啦，我幫啲學生做呢個練習嘅時候，佢哋會答我：哦，當我收入多10倍會點啊？我好開心或者好成功。好啦，第三條問題我就問你啦，你而家嘅感覺同埋你相唔相信自己係一個成功嘅人？呢個先係最關鍵位。你而家是怎樣的人？好多時咧，同學生做呢個練習都好啦，佢會答我咧，佢而家因為收入受阻啦，佢會好驚啦，好驚會令佢覺得自己係冇自信啦，唔夠好啊。好啦，當你覺得自己冇自信、唔夠好嘅時候咧，會發生乜嘢事？就係你用一個冇自信、唔夠好嘅人啦，例如你去見客，冇自信、唔夠好嘅自己去見客啦，去落廣告啦嚇，幫你生意諗住去認識多啲客，見客落廣告，或者你去上投資課程。你做乜都好，你內在都係相信一個冇自信、唔夠好嘅版本去做嘅，咁結果個結果都係衰，都係失敗，因為你內在相信自己冇自信、唔夠好啊嘛。所以你哋可以留意一下，譬如你細個讀書，你讀書成績叻嗰啲同學，佢會點樣諗自己嘅？佢同你一定係唔同噶嘛，係咪？你發覺或者事業上你啲跑到數嘅銷售人員啊，你嘅同事啦，或者係你嘅同行，佢哋一定唔會係冇自信，覺得自己唔夠好噶。佢哋就係因為唔係咁樣諗，所以佢現實中就會出現，譬如而家經濟唔好，照樣有啲鋪頭啊係生意好好，例如食肆要排隊嘅。經濟唔好，照樣有啲行業係唔受影響，就係因為生意係咩？生意係人啊，個人佢本身嗰套信念系統，如果係正面，對於錢，對於係做生意係正面嘅，佢自然會得到一個成功嘅 result 㗎。而大部分人點解得唔到 result？ 係因為佢係用一個好驚啦、冇自信、唔夠好嘅版本去做呢件事嘅。咁甚者啦，就係頭先我哋有講過啦，可能你哋由細到大被否定啊、比較啊、貶低啦，你會有好多不安、好多擔心、好多焦慮。好啦，請問一個成功版本嘅自己會唔會不安、擔心、焦慮？唔會噶嘛，你頻率都唔 match， 你點樣得到呢個版本嘅自己呢？咁所以呢個就係好多時啲人會棘嘅原因嚟嘅。你唯一打破呢件事，就係你要持續做新嘅決定。舉個例子，你想減肥嘅，你係用一個覺得自己唔夠好、冇自信嘅狀態做，你一定最尾係衰嘅，因為呢個係嗰套 programming 啊嘛。所以如果你要好輕鬆
跳去新版本，一個成功10倍收入版本自己。最關鍵係乜嘢啊？就係你要同舊版本講拜拜啊，唔好俾佢拉扯你。咁呢個版本頭先啦，我哋講啦，佢可能好多負面情緒啦，但係呢個就係關鍵啦。負面情緒或者係一啲信念啊，例如父母為錢嗌交啊、因財失義啊、上一代俾人呃，呢啲負面信念啊、情緒啊，歸根究底你點樣知嘅咧？係儲喺你意識度啊嘛。咁我喺美國咧就學識啦喎。既然你嘅信念啦同埋嗰啲情緒咧，就好似你咧嗰啲點講啊，手毛腳毛咁嘅。咁一般譬如你做療癒啊，佢幫你剃得好乾淨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帶轉個頭，發覺個問題又翻嚟，因為個毛囊仲喺度啊嘛。咁個毛囊如果即係我哋用啲有趣啲嘅比喻啦，咁大家容易記得嘛。負面嘅信念情緒就好似腳毛啦。咁你上啲腳毛啦，你唯一做嘅就係即係你短期方法，你咪 keep 住剃，但佢 keep 住生翻出嚟，所以你會發現你嘅金錢問題好一排又衰一排，好一排衰一排，就係因為咁。你要做嘅咧，就係好似啦，做激光脫毛啦，個毛囊整走。咁喺負面信念、負面嗰啲情緒嘅毛囊係咩？就係你啲記憶啦。你啲記憶係構成你成個 identity， 成個 identity 你覺得唔夠好啊？你譬如啦，你有好多負面嘅記憶啦，你個記憶可能細個俾人笑、被否定，屋企人有投資失利歷史，覺得自己係俾人笑否定啊，或者任何覺得自己好蠢嘅記憶。譬如你覺得自己係我唔夠好嘅，咁你就因為俾人笑一次，覺得自己好蠢啦，或者係屋企人為錢嗌交，你發覺有好多唔同嘅記憶支持你呢件事，或者屋企人有投資失利。如果你單純啦，譬如你話咁我今日開始就做肯定句，我係夠好。你下面嗰啲記憶喺度咧，你個節抹咗，佢幫你重新寫翻，就好似你人生嘅問題啦，你嘅業績問題唔停咁翻嚟。你嘅責任如果想徹底瓦解呢個身份咧，你要做乜嘢咧？就係將嗰啲俾人笑投資失利、好蠢或者嗰啲為錢嗌交嗰啲，我哋叫做負面嘅記憶消除。當你嘅記憶都消除，就好似一張台嘅台腳，你斬咗佢，張台咪冧咯。而你嗰個本身負面嘅身份就會消失啦。當你消失咗之後啦，你個腦咧就會變成一個空瓶狀態。咁咧你就同到自己高我連結。當你同高我連結啦，你就會做啱決定。當你學識新版本，再學一啲譬如有錢人嘅思維啊，跟佢哋行動，你就會發覺你吸收到唔反彈嘅，亦都係咁就會直接可以去到成功嗰個版本啦。所以你見到我哋咧，好多時嗰啲分享係好爆炸式嘅，就係咁解，因為佢哋舊嗰個身份瓦解咗啊嘛，佢咪去跳去理想版本嗰個身份咯。咁我會用啲實際嘅例子話俾大家聽啦。你即係呢個係理論啊嘛，你點樣可以真實變成嗰個版本？舉個例子嘅，我2017年 OK， 咁我第一次啦，其實係接觸咗我嗰時嘅自己咧，係唔知自己個腦係諗乜嘢嘅，我淨係想賺錢，我想賺
因為嗰時係2萬蚊一個月，我想去10萬蚊一個月。跟住咧，我就其實好快遇到一個機會，就係去即係向美國一個大師啦，學點樣正確用潛意識學吸引力法則啦。咁佢同我講喎，我哋幫過好多人做到，咁我哋可以幫你。咁學費咧，佢仲要講到好抵咁喎，2萬蚊美金，接近2萬蚊美金。我即刻收線嚇親下，2萬唔好玩啦，係咪先？吸引力法則我唔係唔識嘅喎。我10幾歲啊，吸到唔使錢去馬爾代夫，呢啲上網求其學啲睇啲免費嘢咪學得識咯，係咪先？我咁樣諗啊，我冇做，我去做乜嘢咧？我就去炒股啦。我去炒股，咁但係我炒股嗰時咧，我係唔知道自己啦，係內在覺得自己唔夠聰明、唔夠好嘅。呢個係我2019年，即大家知我2019年開始上堂噶嘛。咁我用唔夠好、唔夠聰明嘅身份去炒股，我會點？我咪輸咗60萬咯。人就係少少點講咧？當你唔見咗60萬嘅時候，你唔想你人生咁樣落去啦。而且我嗰時做代購收入得返8000蚊，我結果選擇咗搏一鋪，就2019年借錢上嗰個課程，結果就發現我頭先原來個腦係咁樣諗自己嘅。我頭先形容嗰張台咧，咪係投資失利歷史，唔夠聰明，俾人笑，覺得自己唔夠好。我結果透過個課程發覺到我啲咁嘅信念之後，洗走佢。結果我嘅收入1年之內去咗155萬，係我畢業，我07年畢業，12年都做唔到嘅事，上咗嗰個課程之後1年內做，就係佢因為將我舊嗰個有毒嘅身份拎走。咁我有毒嘅身份拎走，我個腦係空瓶狀態，我同高我連結到，同高我連結做決定，再學新嘅嘢，就好似一個 BB 咁樣啊，重新執翻啲啱嘅 programming。你冇富爸爸冇富媽媽唔緊要，你嘅責任就係而家大個咗，重新教育你嘅內在小孩。reparent， 我哋英文叫 reparent， 因為你其實好多時咧，你哋細個學嗰啲價值觀其實唔啱啊，而學校又冇教，結果你嗰套潛意識係完全冇 upgrade 過嘅。你簡單嚟講咧，你做生意辛苦啊，一路棘，就係因為你個人幾大都好，你做生意嘅部分係得7歲陰公。當你用7歲嘅自己做生意，你覺得你會點啊？你梗係吃力啦。你嘅可能知識水平係大學或者點都好，但係你做生意錢嘅水平係7歲。當你重新訓練你個潛意識，你個對於錢啊，對於做生意概念去翻你而家年紀，你咪自然 handle 到個問題。呢個先係核心解決你金錢上嗰個終極嘅方法。亦都係好多我哋嘅學生突然間啲副業啊，點解我上咗堂都唔夠9個月升咗10倍，就因為佢腦入面嗰個障礙冇咗啊，佢空瓶狀態，佢想顯化乜嘢都得。呢個腦越放空嘅狀態就顯化到，你顯化唔到係因為你腦入面好多嗰啲有毒嘅記憶、有毒嘅信念。我哋有一個學生，佢係以前覺得錢係一定要做嘢得嚟嘅，當呢個信念嘅證據清走咗啊，喂，突然間叮一下，一嘢50萬，就係咁樣嚟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重點你想得到譬如10倍以上嘅收入，最快嘅方式就係你開始做新嘅決定，而做新嘅行動，持續咁樣做，令到你變成新嗰個版本，而呢個版本就會得到嗰個版本嘅財富。
2022年係賺緊400幾萬左右啦。我想賺1000萬一年喎，因為即係個腦咧，我係嗰啲叫量子飛躍式嗰種爆發式啦。你要記得2019年前我從來未賺得過2萬蚊一個月，跟住我又棘住啦喎，去唔到啊！我又知道我個身份，因為幫你賺10萬蚊一個月嘅知識係帶唔到你幫你一年賺1000萬。希望大家理解，每一個 level 佢需要嘅知識範疇都會唔同嘅，需要經歷嘅問題都會唔同。咁於是乎我又去再上一個課程啦。嗰個課程係要大概4萬幾蚊美金，28萬港幣嘅。今次又考我啦喎，咁但我今次好醒水啦，跟住我就知啦，因為過去嘅我成日都諗住錢緊要過自己，用最平方式，結果就嘥咗2年，兼且啦就令到自己痛苦2年啊嘛，痛苦2年先係最痛苦啊嘛。咁而家梗係人哋做到嘅人哋梗係幫我啦。咁我係用咗唔夠15分鐘就決定同埋完成學費支付去上呢個課程，結果我嗰一年嗰個收入就一嘢到1000萬。咁你問我點解嗰時2017年要等2年先做決定？因為2017年嘅自己，我係唔知道，我內心係覺得自己唔夠好嘅。我過去願意用60萬去買股票，用10幾萬啦，14萬啦，買 Hermes。可能人哋叫我攞2萬蚊美金，大概16萬去投資自己，我耍一手擰頭。你哋都係啊！你去做，譬如你哋去做一盤生意，想賺錢，你去租一個位，點解你做呢盤生意？你哋有冇問過自己呢個問題？點解你想做呢盤生意？點解你會去投資？因為你相信佢會賺錢啊嘛，佢會為你帶嚟回報。2023年嘅我係覺得自己好值得，所以我做嘅決定唔同，而就係我用行動話俾宇宙聽，我值得更加多。結果我就會得到嗰個現實。我哋有好多學生，其實佢嚟上堂嗰時，佢都面對可能金錢上嘅困擾啊，或者佢事業上嘅阻礙。但係我哋都係問佢：如果我哋可以幫你短時期內收入飛升，你願唔願意？佢哋為自己未來投下信任嘅一票。即係正如你哋而家買，即係好多人中意買 Labubu 啦，係咪先？Labubu 嗰間公司 Pop Mart 當初有個大股東相信 Pop Mart 會幫佢賺到好多錢，所以佢願意去投資。好多人啊，買股票、買 crypto 啊、買手袋好願意啊。你叫佢投資腦袋，去睬你都傻。咁咪都要話俾宇宙聽，呢樣嘢係唔值錢咯。當你覺得自己頭腦唔值錢，一個唔值錢嘅頭腦點樣幫你賺錢？所以你哋想得到新嘅現實，最緊要嘅就係投資落自己個腦袋度，因為你腦袋先係產生一切金錢問題或者解決一切金錢問題，成敗都係你腦袋入面。巴菲特有講過，投資自己嘅腦袋係最高回報，唔使交稅，佢冇老點大家㗎。你跟佢每一條做，你都會成功。但係點解好多人睇完佢啲嘢唔成功？係因為佢哋唔知道巴菲特原生家庭嗰套程式已經係正面㗎嘛。所以唔緊要㗎，你而家開始意識到咯，原來原生家庭俾我嗰套程式，祖先業力又好，我可以後天洗咗佢㗎喎，洗咗佢我就會得到新嘅現實，而且我哋幫好多個幾百個學生做到。如果你係一個知道自己值更加多，唔想成世係咁樣，想要量子飛躍式嘅收入嘅做生意嘅女士啦，或者係做銷售嘅女士，歡迎你點擊下個諮詢。
喺呢個諮詢，我哋會幫你睇下究竟你原生家庭發生咩事，令到你生意或者金錢或者投資受阻。你起碼你都要知發生咩事，你先做決定。你而家知道原來 OK， 巴菲特點解咁成功？除咗因為佢做啱決定，但係令佢做啱決定係佢嘅直覺啊！如果唔係個個學投資課程睇個圖，點解有啲輸錢有啲贏錢咧？就係你巴菲特睇唔睇圖？佢唔睇㗎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因為佢度程式係正面嘅，關於投資程式，關於做生意係正面嘅，令到佢吸到嗰啲機會做啱決定，咁就會帶嚟回報咯。大部分人係佢內心有好多恐懼不安，佢有套負面做生意金錢嘅程式，頻率偏低啊嘛，佢個內在諗法根本自己係唔夠好，冇自信嘅，佢咪永遠冇辦法對應到成功嗰個版本嗰啲財富咯。所以如果你今日向未來嘅自己去投票啊，即係你對於自己嘅未來，你會投下信心嘅一票啊，用行動，定係你由得去嘅？呢個係你自己選擇嚟嘅。你試過有學生係瀕臨，即係可能公司係現金流斷裂㗎啦，佢就唔理，因為佢相信佢會搞得掂。結果佢投資喺我哋課程度，令到佢遇到未來版本自己。結果佢上咗堂，好似6個禮拜，突然間就有筆資金6位數字幫佢顯化咗，幫佢打救咗呢件事。亦都有好多老闆啊，譬如今年經濟唔好啊，冇生意啊，佢哋上堂一開頭佢都覺得好拉扯，因為好多老闆係已經冇時間瞓啊，但係佢唔明白，你一路做嘢都係舊版本嘅自己，你一路都會得到舊版本嗰個唔夠客啊，或者係為錢煩嘅版本。當佢哋 upgrade 咗自己個潛意識之後，佢發現突然間佢啲生意就爆發式，幾個月就升咗幾成。呢啲喺我哋課程成日都發生嘅。好啦，咁最尾啦，我就會幫你哋咧做一個小練習啦，應承過大家嘅。咁我哋頭先有講過啦，你跳去新版本之前，你嘅情緒會搞你嘅，所以我哋想你體驗一下，就係當你係冇一個 ego 搞你嘅狀態，你人生會發生咩事？接下來嗰一部分你可以重複又重複做，因為你每做一次，你都係去到一個唔同嘅頻率嘅嚇。咁接住落嚟啦，請你如果揸車就要停一停啦呢度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啦，安靜嘅環境啦，我想你而家眯埋眼嘅，然之後你淨係專注你嘅呼氣部分。你想像你嘅恐懼、焦慮、擔心，甚至有啲內疚、羞愧嘅感覺，呢啲全部都係影響你財運嘅能量嚟嘅。淨係透過呼氣嘅方式呼出嚟，眯埋眼開始呼，開始一呼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。然之後眼繼續眯埋。今次我想你想像腦海入面有一個蠟燭，呢個蠟燭有個火光，呢個火光係金色嘅，好靚嘅。呢個金色嘅火光代表豐盛。然之後我今次就係想你專注於吸氣，你淨係專注吸氣得啦。吸嘅時候個肚會脹嘅嚇，一吸、2吸、3吸、4吸、5吸、6吸、7吸、8吸、9吸、10吸、11吸、12吸、13吸、14吸、15吸、16吸、17吸、18吸、
19級、20級、21級、22級、23級、24級、25級、26級、27級、28級、29級、30級、31級、32級、33級、34級、35級、36級、37級、38級、39級、40級、41級、42級、43級、44級、45級、46級、47級、48級、49級、50級、51級、52級、53級、54級、55級、56級、57級、58級、59級、60級，眼繼續眯埋。然之後請你將蠟燭嘅畫面切換，我想你諗下理想版本嘅自己係咩感覺，感受下嗰個情緒，感受下你會做啲乜嘢，感受下你嘅價值觀或者你嘅決定會同而家有啲咩唔同，感受下你會做啲乜嘢係你而家做唔到嘅，感受下佢好為你驕傲，因為佢做到晒所有嘅嘢。慢慢諗。好啦，可以返嚟啦嚇。相信頭先短暫式，你會發現原來同自己連結嘅感覺係好美妙嘅。而家你呢，可以重複做呢個練習，你做得越多，你會越快同嗰個版本連結。然之後用嗰個版本去做決定，採取啲新嘅行動，為自己未來嗰個版本投下信任嘅一票。